兄弟平安，真欢喜，早起会通阁甲大家三个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国活节第2个主日，耶稣的国活，互咱得到救赎，得到新生命，得到永远的活命。今仔日也是东正教的国活节。因为这东正教因有根据一个叫做儒略制儒略的算法算法就是今仔日4月12，就是今年的国活节全世界的东正教有信徒2亿2千万。所以，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希腊的东正教也属伫这个遵守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宣布庆祝国活节甲乌克兰的战争停火一日啦。停火一日有啥物意义？这个无法度来暗藏伊无人性、侵略的野心，所以咱来继续为着乌克兰祈祷，为着俄罗斯祈祷，为着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中东，才会来祈祷，嘛爱为着中国、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今仔日是国活节第2个主日。咱要来对彼得前书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活泼的愿望。活泼的愿望。彼得前书是彼得写予小亚细亚北部一带的基督徒。彼得称因做上帝的选民。主要是鼓励遐个为着信仰遭受迫害的信徒。彼得一再用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的死、国活、耶稣的再来的应允来甲因劝勉，互因有愿望，鼓励因都爱忍受苦难，确信苦难是对因的信心考验，互因会通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得到奖赏。必定毋但鼓励因怎样来处理患难，也劝告因伫生活上都爱有诚做是属基督的人。所以今仔日咱用彼得前书第1章要来思想3个重点。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国活的新生命。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咱拄仔读过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上帝就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愿望。人因为始祖犯罪，所以大罪来出世。上帝的业力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拯救人，既然信伊的要得到救。通过耶稣基督对死国活，上帝互咱定出世，就是咱旧版的圣经叫做定头生啦。一般想讲定头生，那也未信仰的，可能较有了解。所以而且讲上帝互咱定出世，得到活活的愿望，就是咱若信耶稣，咱得到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定出世，就是定头生。安尼咱会当得到活活的愿望。有的圣经翻译做活的愿望，
还是讲活泼的愿望。约翰3章30，耶稣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所以咱都要信耶稣，咱才会当来得到拯救，才会当上帝赏赐咱活的愿望、活泼的愿望，咱才会当有一日让上帝为着咱备办永远的基业。拄则即个宣调的启应文伫 PowerPoint 有哪有写罗马第10章第9节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心相信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所以咱用喙来宣认、来承认，用心来相信，安尼咱就得到救。保罗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点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所以人若有信，伊就甲基督相结连，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约翰第10章10节讲，耶稣讲：“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所以耶稣毋但互人得到活命，是要互人得到真丰盛的活命。耶稣伫约翰11章26节来讲：“既然活伫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有信即个话无？”约翰1书5章12节：“人有上帝的囝，就有活命；无上帝的囝，就无活命。”所以永活的活命，就是咱来相信耶稣，咱就有永活，因为耶稣有对死搁活。第二就是堪得考验的信心。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开头就讲，彼得写批的对象就是遐面临压迫的基督徒。因分散寄居伫本岛、加列泰、加帕多加、亚细亚、比亚尼等所在的信徒。这个所在就是较早叫做小亚细亚，就是今仔日土耳其的所在，土耳其的所在。这个信徒有的是犹太信徒。有的是外邦信徒，毋是只有一个所在，是一个真大范围的所在。当时罗马皇帝尼禄，伊有计划要来对付基督徒，就借着一场大火，罗马城的大火，偌做是基督徒放火烧的，所以对迄阵开始这基督徒就受罗马政府的迫害。咱俗语有一句话讲：“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就是讲人生变化无常，什么时阵要拄着什么代志，咱拢毋知。总是咱信靠上帝。倚靠上帝，什么时要拄着什么代志，咱上帝拢日暝无困相醒，伫保守咱。咱对上帝所祈祷的，上帝要保守咱所交托伊的，直到迄日。我伫休斯顿开拓教会时，有一个姊妹信心真好，因为拄开拓教会人较少，所以伊已经80外，伊嘛真甘心做同工来侍奉安尼。伊
伊常常甲我讲啊，伊讲我为着牧师祈祷是让时无让日的，伊讲上帝什么时要带我转去，我心拢变变。后来伊伫一摆车祸意外，就送去病院，医生咧甲伊手术，发现讲伊已经是癌症的尾期啊，总是平时毋捌听见伊讲身躯倒位咧艰苦，是有啥物症状无，拢无。伊嘛家己毋知影家己有癌症佫是尾期的。所以你看，一个信仰、信心的人，伊都毋免烦恼毋免烦恼，毋知当时会拄着啥物当时上帝要调我转去，伊讲伊心拢不时心拢变变。所以咱平时信靠上帝，咱有上帝咧保守，总是咱若有拄着困难，拄伫恶劣的环境中，咱嘛是着爱相信上帝是掌权，亲像受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因彼得甲因鼓励，因都爱信靠上帝。因为这个苦难会成做一个对因的祝福。为什么呢？咱经过苦难，咱拢亲像黄金落火炉，安尼炼啊真纯。大概都是爱这个纯金，上帝爱咱这个信仰都是真纯彼得前书伫较后壁第4章12节底下有讲：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拄着亲像火的试炼，毋通哪阵拄着奇怪的事，反倒着因为有分担基督的苦难来欢喜，互恁伫伊荣耀显现的时，嘛通欢喜快乐。咱真感谢上帝，就是上帝拢保守咱平安真顺遂。总是伫遮圣经，就是甲咱。互咱知影，有时虽然伫苦难中，总是即款的苦难，咱信心都爱徛在。咱知影上帝掌权，上帝咧引带咱，上帝无放杀咱。所以咱毋好因为遮个苦难来失志。伫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恁所拄着的刺，无毋是人的常事，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会当当的，就是伫受刺的时，要煞开脱出的路，互恁当回去。这是迄个巴克的版台语即嘛有翻译即个现代台语译版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为拄着的。上帝是信实的，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拄着考验的时，伊会甲恁开一条路，互恁忍受会条。现代台语翻译有较简洁、较清楚，较用现代语啦咱常常会唱圣诗上行516首内底有歌词讲到，亲像经过试炼哪坚固，亲像黄金入火炉。上帝欢喜真纯洁、信心坚定的人。迄就是亲像黄金经过锻炼安尼，纯金逐个人拢嘛爱即个纯金安尼9.9的安尼。罗马第8章18节，保罗讲：我想现今即个时苦难，甲将来特别对咱显现的阳光，未必得，未必得。
就是讲现在苦难所受的是暂时，将来伫天顶的阳光，迄是阳光永远的。过来，咱来想，伸冤在伫上帝。圣经内面有真济无公平、无公义、受冤枉的代志，有真济咱也常常读约瑟啊，互伊的兄弟出卖，互波提乏的某甲伊诬告，递交去坐监。大卫受扫罗王真侪年不公无理的追杀，义人约伯，伊忽然就失去一切财产，失去查某囝，失去健康。耶稣伫世间的时啊，伊的日子也是真艰苦。这个犹太教的领袖一日到暗找空找芳，要来陷害耶稣。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山上宝训伊有讲，为义受困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较旧的版就是讲，为义受困毒的有福气。伫这现代版的有讲，为着实现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所以为着义受苦，含即个即嘛就是讲实践要实行上帝旨意来受迫害。安尼即款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保罗伊为着福音的缘故，伊受偌尔侪艰苦，这顶礼拜咱有讲到，侪宣教师，因也是有即款的精神，尤其咱看宣教师，无论台湾的宣教师、非洲，还是逐所在的非洲、逐所在的这宣教师，因就是将因一生奉献给上帝。所以台湾这个亲像马偕博士、巴克利博士，因拢是真少年、真年轻，就是新人伊拄毕业，就去台湾。迄个时阵，甲英国，甲迄是袂比咧，英国、美国，后来因遮拢是真开发的国家，总是去到即个开发中的国家，是有诶讲也未开发的国家，奉献因的一生来为着上帝的工，后来当然有真侪上帝的囝儿，无论是做什么款的工作的，有若会当伫因的职业的顶面来侍奉主，来奉献，有做信徒奉献，这拢是真甘心。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讲：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亲像云为咱就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切填满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站。所以伸冤在伫上帝。伫罗马书12章19节讲：亲爱兄弟姊妹，毋通为了家己伸冤，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讲，主讲伸冤在伫我为报应。这是伫申命记32章35、诗篇94篇第1节。保罗引用旧约的圣经，讲起伸冤在伫上帝，所以咱拄着受冤枉，是困苦，
有时咱上帝会替咱来出面吼。第三，天顶的福气吼，咱读即个彼得前书第1章吼，而且我又原来读即个北克的版吼，就是讲北克的版讲也得着咱也得着煞接未败坏、未拉残、未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吼。即个现代版的有讲，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着活活的愿望，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国迄个未朽烂、未拍拉残、未消失的福气。所以，即个未消失的福气，像讲即个未衰退的业，为着咱备办伫天里的，即个华语版有就是写讲伫天里，天上的基业啦，上帝为着咱备办伫天顶，永远袂无去的即个福分。耶稣伫约翰17章，耶稣受了以前，耶稣安尼祈祷讲：我毋是求你带因离开即个世间，是求你保守因脱离迄个邪恶的，毋是属伫即世间，亲像我毋是属即世间。求你用真理甲因圣化。你的话就是真理，耶稣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所以耶稣讲恁踮伫世间，总是无属伫世间，亲像伊耶稣也是安尼，伊来到世间，总是伊是无属伫世间，有一日要得转去天里。有一条歌，华语叫做“这世界非我家”，这就是咧讲有一日咱拢爱转去到天家，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本国的国民，咱本国的国民就是爱疼惜国家、疼惜乡土，咱嘛是世界的公民，因为咱就是爱关心世界。公义、人权，也是讲即个环保，即世界亲像叫做地球村啦，大家拢是住伫即粒地球顶面，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像是基督徒也是天国的国民，咱上帝的囝儿，咱拢是天国的国民，咱伫世间的时阵。咱有应尽的责任义务，咱都爱做的工，咱都爱做的代志，咱拢尽责任去做，总是咱有一日，咱所关心的，毋是干那小小的区域，就是上帝所，互咱踮伫即个世界，世界偌大。咱爱关心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所以咱会常常为着这个世界各所在有苦难、有战争有侪困难、患难的也是在替因祈祷。希伯来11章16节讲，总是当因心无搁较好的，就是伫天里，所以。上帝称作因的上帝，无掠做见笑，因为已经替因备办一个城。华语咱常常咧讲，咱羡慕一个搁较水的家乡，就是伫天顶。咱伫世间的日子，亲像旅客，有一日
会倒转去到天父的厝，迄就是永远的故乡。咱爱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伊有搁活，咱相信的也得着活命。耶稣的搁活，互咱得着救赎，得着顶头生，得着圣神的帮助，互咱会通赢过试炼、苦难，甚至死亡。互咱会通有更新的活命，搁较丰盛的活命，永远的活命。感谢上帝，互咱通过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伊互咱顶头生，就是顶出世，得到活泼的愿望，得到活的愿望，永远的愿望，来承受伊为着咱保存伫天里迄个永远袂朽烂、袂拍拉散、袂消失的福气。迄就是天顶的福气，天顶的福德，永远的基业。三甲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克调你的话，圣神帮助阮有气力来行，互阮伫世间的年日所经过，得到你的保守引带，求你继续保守带领你的圣会，坚固兄弟姊妹的信心，互阮伫你的内面，甲你相结连，你踮伫阮，阮踮伫你，兄弟姊妹相结连，相关心，互阮有丰盛的活命，有活泼的愿望，有永远的愿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